我才决定要退出哥伦比亚，追随周伟水先生的脚步，由咱台湾文艺协会发扬咱的文化。我感觉有真侪代志比音乐更加重要。你甲讲，日本伫咧变化，中国伫咧改革咧，我是感觉咱台湾人嘛应该觉醒啊。周伟水先生讲了非常的对，咱台湾人破病啊，咱的病就叫做知识的营养不良。还是什么人破病啊？若是要治这款病，就要用文化运动来对症下药。破病哦，袂要紧啦，啉酒消毒就好啊。哦，干杯啦！哦，读册人就拢安尼啊，一般的人真敢唔知通去思考。安尼敢要受伤济啊啦！我受伤济，你讲我受伤济？各位啊，日本政府早晚会想办法，甲台湾人完全变做伊的立定公民啊！到时阵咱台湾文化就有危险啊！会敢真正有遮严重？所以。